人生嘅真義係咩嘢呢？人點解生於世上？為乜嘢要經歷悲歡離合嘅遭遇、生老病死嘅痛苦呢？佛陀話俾我哋聽，當你證悟你自己嘅常住真心嘅時候，呢一切人生嘅疑惑同痛苦就能夠徹底消除啦。呢個常住真心就喺你內心嘅深處，佛經稱之為佛性，或者實相般若、菩提、法界、諸法空相，或者總持、法身、如來藏，或者真如等等。無論用邊個名詞，佢所指嘅就係你嘅真心。人係因為喺生滅法上錯用咗心識，於是依真而起妄，作業受報，流轉喺生死苦海、六道輪迴之中。所以靈驗經話，一切眾生生死相續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，用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。乜嘢係妄心呢？佢就係你當下剎那不停、永無歇止嘅心識活動。從無始以來，呢個心識就同你形影不離咁存喺宇宙之間。你曾經被佢迷惑而作惡，遂招致惡果，帶俾你不少痛苦。但係佢亦曾教你作善，產生善報，令你享受好多樂果。你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嘅一切遭遇，無論係逆境、順境，都係佢帶動嘅。所以凡修學佛法嘅人，第一步功夫就係要認識自己嘅心。人類不斷咁尋求科技嘅知識，使到物質文明突飛猛進，但係對於內心精神世界嘅認識就越嚟越貧乏啦。一般心理學家自命以研究心為任務，但係佢哋嘅重點係分析他人嘅心，唔係自己嘅心，而且係徘徊於妄心嘅意識範圍之內，忽略咗超意識離現象嘅心性。咁去研究，又點能夠探討真心嘅聖義呢？現代人嘅生活價值係物質享受，生活嘅法則係維護個人嘅利益，所以大多數人着重於外表，忽略咗內心嘅精神德用。其實呢個心體係一切眾生本有嘅佛性，宇宙萬物生法嘅根源。真心直說講，三世諸佛同證，就係證此心。經律論三藏全顯，就係顯此心。一切眾生迷惘，亦都係迷此心。一切行人發悟，亦都係悟此心。達此心，則頭頭皆是，密密全彰；迷此心，則處處顛倒，念念痴狂。佛門千經萬論所指嘅，就係勸導我哋要認識自己嘅心，唔好俾佢走入妄境。須知妄心能做出貪嗔癡、殺盜淫妄等惡業，令你受苦無窮。所以修行者必須去除妄念，令自己嘅心歸納於真心之中嘅。